并来休困时啊，这台南的观光地点呢，人是吵。不过有议员呢是点名新隆街的外口，虽然讲有公车牌，也毋过煞无公车会停。这有站煞无车，实在是真奇怪的代志。而且呢，年底这台南机场就要开放飞日本的航线，即马交通若准出这款的问题，恐惊会影响到城市的形象。 便来假日时啊，台南的观光景点人拢真多，尤其伫咧市区佫较窄。其中台南市议员反映，新隆街外面明明就公车站牌，煞是彩好看的，并无任何公车会伫遮停。咱即摆是伫咧台南的真有名的观光景点的即个新隆街的后壁，确实讲有踩一个即个公车站牌。不过若伫遮等车咧，恐惊等着毋是车，等着的是畜牧。要开半档一档嘛有啊嘿。 拢无啊吼，都无咧开啊。有，但是他等不到车来。对啊，因为进前嘛拢有人来遮等啊，等袂着车的对啊。经过了解，新隆街上近的公车站牌并行爱500公尺，现此时这个站牌顶悬并无任何的公车资讯，下个踩伫咧遮，主要因为遮个留有本家的公车番，台南的乡站观光巴士会伫遮挖站。需要透过公车让这个交通量可以减少，那也鼓励大家一起来搭乘。 那这边的它的位置绝对是符合法定的一个标准，长度也好，宽度也好，也是足够让公车可以停靠站的。且该处设有公车湾，便于风城巴士停靠，故目前双巴包车民众仍多在此站上下车。那另外，针对年底即将开航的冲绳与熊本航线，本局已经针对周边公车服务进行盘点。事实上，对外地游客来讲，要来新隆街这个景点，交通选择真多，有人讲公车有也无，影响无遮大。那个看起来是，比方说有5分钟到站，然后8分钟到站或15分钟，可是它都没有。 我就会觉得说那个站应该是已经撤掉，因为公车其实蛮难等的，我觉得啦。第年底台南机场就有新开的日本线的班机，机场嘛有公车，议员希望新隆街公车会当开放，机场相关的公共交通要好好规划，通服务游客。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。